这么晚了，童心他们怎么还没有休息啊？是啊。梧桐，先生回来了。哦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没休息啊？早点休息吧，都快半夜了。哎，先生，童心姐怎么没有跟你们一块儿回来啊？童心，她不是在府里吗？不是您派人把她接到刘知府去了吗？什么？我没有派人来接她，她什么时候走的？就是刚才，一辆马车把她接走的。啊！坏了，师傅，童心姐肯定是给坏人骗走了。马童，随我去刘知府。梧桐，你在家等着。啊。大人，咱们藏宝之事，长虹已经告知老子，而且长虹说明天一早要奏请陛下。这是好事。你速去驿站除掉那2个许国使者，明天早上，趁长虹上朝的时候，你派人悄悄潜入长虹的太岳署，将金玉和洋想办法藏进去，嫁祸于他。诺。禀大夫，基母殿下府来人了。快请进来。诺。请进来。见过大夫，殿下让我来见您的。好，殿下那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季蒙殿下被老子女弟子踢到肚子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殿下伤势如何？殿下并无大碍。那女子现在何处？她跳窗逃走了。你速回去告知殿下，明日早朝让他不要去了，等我消息。诺，大夫，我先行告辞。等等，您还有何事？殿下可将此事告知了单司马？殿下已派人过去了。哦。叫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了，来了，先生，这么晚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请禀告刘志大夫，李儿有急事求见。哦，先生稍等啊，我去禀报啊。禀大夫，老子先生求见。就说我已休息，有事明日再说。诺。你先等等，一会儿再走。诺。啊，先生，献公已经休息，有事你改日再来吧。我家先生有急事找大夫，请你再去通报一下吧。这算了，马童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既如此，有劳了。哎，先生客气了。梧桐，童心回来没有？还没回来。师傅，怎么办呀？我们上哪儿去找童心姐啊？马童，梧桐，你们去歇息吧。师傅，哎呀，童心姐肯定是给坏人骗走了。好了，
马童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们去歇息吧。哎，去吧。童心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童心呢？以我自小青梅竹马，情深似海。为了追随我传播大道学说，你无怨无悔，历经了人间的苦难。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！师父，童心，师父，你干嘛去了？王子卯派人把我骗到他的府中，我是逃出来的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放心吧，师父。师父，童心。童心就怕再也见不到您了。若与师父分开，童心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童心，童心。你受委屈了。怎么没有见到姬猛啊？人呢？禀陛下，姬猛王子昨日被老子先生弟子所伤。姬猛为人所伤，为何？具体情况臣也不知道。快派人去看看姬猛的伤势如何，若伤势不重，带他上朝。诺。老子，你可知此事啊？禀陛下，李耳只知道，殿下无故地关押了我的弟子童心，童心从殿下府中逃出。至于殿下受伤，以及殿下为何要无故关押我的弟子，我想还是请陛下亲自问一问姬猛殿下吧。那就等姬猛来了，寡人再问。陛下，臣有事禀告。何事啊？昨晚，许国派2个使者前来给陛下献贡，贡品是一个稀世珍宝，名叫金玉河阳，
但此物被刘志大人私自扣下，藏于府中，请陛下明察。什么？私藏贡品？刘志，禀陛下，臣正要向陛下禀告此事。昨晚2位许国使者前来进献贡品，臣与他们讲，贡品应直接献给陛下，他们2人便回了驿站。可今天早上，臣派人去驿站接他们入朝，却发现2位使者已被人所杀，所献之宝也不知去向。献公此言有假，昨晚我明明看到所献之物被你藏于府中，怎会不知去向？长虹大人，说话可要有根据。长虹，昨天夜里你如何到了刘志的府上啊？昨晚献公邀我去他府上赴宴，老子先生也在，也可作证。哦，老子，是这样吗？禀陛下，昨夜我与长虹大夫一起到刘志大夫府上赴宴，长虹大夫看见刘志大夫私藏贡品一事。陛下，我看长虹与老子是勾结起来，有意诬陷微臣，贼喊捉贼。陛下，你可派人到我们3人府中去搜查，若在臣的府内搜出贡品，臣甘愿领罪。单琦，在。你去，3人的府上都要仔细的搜查。诺。季某，你伤势如何？伤到哪儿了？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？父王，儿臣叩见父王。哎，起来，快扶他到一旁坐下。谢父王。哎呀，轻点儿。轻点儿。季某，你为何被别人所伤啊？禀父王，儿臣发现那守藏室内藏有女眷。于是儿臣便派人去找老子先生，想要与他说清我大周的祖制，属室内是不准有女眷的。可是啊，那老子先生他不在，谁知道那女子竟然跑到儿臣的府上来，称他是老子先生的弟子。儿臣便劝他说，不要破坏了我大周的规矩，更不要破坏了老子先生的名声。谁知道那女子不但不听，还踢上儿臣，逃走了。哎呦，竟有这样的事情！守藏室里藏有女眷，老子，是这样吗？陛下，他是我的弟子，一直住在我的府上，只是偶尔到守藏室给我送饭。至于童心为何只身被骗入王子府中，姬猛王子一个魁梧大汉，又怎样被一女子所伤，这微臣就不得而知了。
走，快点！打开这。下面，在这儿。好，走。禀陛下，许国所献之宝已在长虹府找到。哦，拿上来。果然呐，稀世之宝。陛下可要为微臣做主啊！长虹啊，贡品已自你处搜出，你还有何话要讲？陛下，这是诬陷！诬陷！哼！寡人念你两朝为臣，你回乡歇息去吧。诺。陛下，此事一定是长虹与老子共同所为，请陛下治老子的罪。哎呀，父王，您可要为儿臣做主啊！老子，你乃是我大周的圣贤之士，可是今日这两件事情全都与你有关。寡人暂时免去你守藏使和驻下使之职。谢陛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现在怎么不洗洗你的大耳朵了？哎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，如影相随。私欲膨胀，必失道失德。尔等将来，必将自食其果。你的行囊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没呢。
师叔，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了你。长虹，你也不要太在意，这些都是人生路上的荆棘坎坷。守藏室的书籍，我已整理出了个大概，只可惜那千古之谜。长虹，你真的毫不知情？师叔，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哎，对了，师叔，你有何打算？本来想回家乡取人礼，可我心中最挂念的还是我那多年失去联系的孩子。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呢，本早该去魏国寻亲，却一直拖到如今。对，我就去魏国。你有何打算呢？我想跟崔先生回趟楚国，然后去终南山看看，最后也是回老家，叶落归根嘛。这就对了，师傅这个破官早就该辞了。那些顽固不化的王公贵族们，哪里懂得我们师傅的治世之道啊？童心姑娘说的是，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人，哪管沧桑百姓的死活啊？时候不早了，师叔早些休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好上路。好，长虹，以后你自己多多保重。明日就不要来相送了。师叔，那怎么行？万事万物自有定数，你我还会再相见的。来，咱们琴箫合奏一曲《风雨行》，如何？好。先生，我们这葬馆刚有点起色，先生就要走，我们这以后该怎么做？守藏室乃我大周重要珍贵历史文献收藏之所，你们二位一定要谨慎地将其保管好。我走之后，不管是谁来驻守，你们一定要尽忠职守，千万不要让里面的书简流失出去。诺，先生，我们记住了。先生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老伯，不必如此悲伤。你偌大年纪，却能多年如一日，默默地守护这些珍贵的典籍，实属难得呀。以后还望老伯和过去一样，细心地守护好这些珍贵的典籍。老伯要多费心了。
李儿，拜托了。马童，师傅，我们该走了。哎。 殿下，老子先生来了。王子殿下，姬盖特来为先生送行。多谢殿下相送。先生，请这边一叙。啊，请。 先生，姬盖深知，先生此次是被人所陷害，才被父王免去了官职。姬盖一定查清此事，为先生洗清冤屈，让父王恢复先生的官职。王子殿下，就不要再为我的事情操心了。李尔本无意为官，只是陛下诚意相请，才认了 守藏、柱下2事，殿下还是多为天下百姓想想吧。姬盖自得先生教诲以来，已经明白了许多治世之道。今日先生要走，恳请先生赐教，将来姬盖如何在朝中行事呢？殿下既如此诚心， 临行前，李尔有几言相赠。先生请讲。时下周氏衰微，朝中为世子之位尔虞我诈，争斗激烈。世子是未来天子，此位非争而可得。先生，不争 如何而得呢？殿下，可知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子？请先生指教。天子乃一国之君，统管山河，统领百姓。为君者，要将自己的尊贵荣华放下， 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，既要能承担国之屈辱，又要能承担国之危难，造福万民，而不为天下百姓所知。如此，方可谓之为真正的天子。若为一己之私而争天子之位，即使争得， 也不可长久啊！先生所言极是啊。有2句话，望王子殿下谨记，此为处世为人之本。先生请讲。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；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 先生，姬盖一定谨记先生所言。殿下，请多保重。李儿告辞了。先生，请迎此酒，姬盖为先生饯行。好。 谢殿下。什么？老子先生走了？王儿啊，
你好糊涂啊！太后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我去替您请老子先生回来。老子先生乃当今大贤，又岂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大周能留得住的？只是先生这一走，大周必乱呐！罢了罢了，应了先生所言，我也该走了。太后，您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追寻天地之道。那这里怎么办？天地有道，只要他们能顺应天道，大周自会长存于世。太后，我愿跟随太后。好，那我们走。诺。父王虽然放了甘友和志荒，可我想他对我还是半信半疑。若不能彻底消除父王的疑虑，我姬朝是绝对不会在父王面前得宠的。不知太傅有什么办法，能够让父王彻底相信，刺杀姬猛一事是单骑所为？殿下，这事儿不难办。太傅有何良策？我在单骑府中安排一内仙，此人叫卞由，在单骑府中做门客。我们可再设一计。设什么计？让卞由刺杀殿下您，然后将其抓住，送交陛下。事后就说是单骑指使他刺杀殿下，这样一定能够扳倒单骑。单骑一倒，这王子猛也就无力再与殿下争夺太子之位了。当然，若用此计，殿下必要受些皮肉之苦，否则陛下是不会相信的。但依我看，为了太子之位，我看还是值得的。好，为了这太子之位，我受点皮肉之伤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是这个卞由是否可靠？会不会在事后的酷刑之下说出实情？殿下请放心，此事我早已想好，安排卞由刺杀殿下，事后陛下必将其交给司寇审理。司寇是殿下的人，这实情嘛，陛下是不会知道的。好，此事你马上去安排。师傅，咱们已经出城了，去哪儿啊？咱们先回去仁里吧，继续完善我们的大道学说。好。禀陛下，姬朝殿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诺。姬朝啊，朝儿，父王，朝儿，你怎么了？
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父王，昨夜3更，儿臣在书斋看书，一把利刃突然从窗外飞入，正中儿臣左臂。竟有这样的事？快坐下，坐下说。谢父王，轻点儿。超儿，这凶手可曾抓到啊？抓住了，也录了口供，呈上去。卞由，单骑的人。父王，这个卞由乃是单骑的门客，也是刘志的结拜兄弟。此人现在何处啊？应怕惊动单骑，此人暂时关押在儿臣府内。把他带来，寡人要见他。诺。速去把人押来。诺。卞由，你受何人指使？我在单司马府做门客10余年，单司马对我不薄。听说单司马要辅佐金猛殿下争夺太子之位，我自愿要求去刺杀姬朝王子。起初单司马不允，担心事败，后在刘志将军的劝说之下，单司马才勉强同意。请陛下不要降罪于单司马和刘志将军，这一切都是小人所为，我甘愿领罪。将此人推出去，杀。父王，父王，此人暂不可杀。为何？父王，此贼乃单骑等人谋权的罪证，不如先将此贼关押在儿臣府内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待彻底查清单骑等人的罪证，再杀不迟。也好，那就将此人暂时押至你处，带下去。姬猛、刘志，尤其这个单骑，前次他就谋划刺杀姬猛，嫁祸于你，如今他又雇了刺客来杀你，寡人一定要治他的罪。父王，单骑是当朝司马，手握重兵，要治他的罪，恐怕不太容易。况且，他身边还有刘志等一批朝中重臣，你要对付他们，可要三思啊！哼，你先回去好好养伤，明日，寡人会宣太傅宾起，跟他一起商议一下，该如何惩治这些不忠之臣。谢父王。